因那去年新青年安心成家买厝优惠贷款的政策推动了后，根据统计，即马发现讲，咱国内25岁至35岁族群，伫去年第四季买厝有贷款的数量是比第三季有增加2成多。不过，即马根据内政部最新的资料嘛显示讲，去年第三季民众平均买厝立贷款爱立305期，等于爱立超过25年，这是比政策推动进程加10期，嘛创下新纪录。国内厝价悬，好少年人买厝真无简单。不过，这27岁郑先生，都因为申请按房贷专项，去年伫邦桥买有售厝，虽然贷款40年，不过也因为资金严进化运用，和压力减轻不少。贷1000万，然后总共会是1个月大概会是还4万左右这样，然后我们会1人2万这样子。伫新青安优惠贷款助攻之下，确实买起清悬。为认定中心的统计发现，25到35岁人，去年第四季买厝房贷数量比第三季增加超过2成。那申请新青安贷款1000万房贷试算，行情方式是本息平均型，无宽限期，贷款优惠利率1.775%。那贷款30年，每个月应该成本利35847块，比旧济青安贷款1年延伸14880块。那贷款40年，每个月应成本利29112块，比旧济青安贷款1年延伸15614块。每个月、每年的负担比较少，有能力的时候就可以多缴一点，就不一定要拖到40年。安尼优待政策会让第一摆买厝人省钱，不过房贷压迫时间久长。根据内政部最新的资料，甲去年第三季个人平均房贷爱到305期，比前路进程，也就是去年第四季的295期增加10期，改写史上新高纪录。其中高雄、台南去年第三季平均贷款期数分别是348期。336期是大多的第一甲第二。1000万正好也符合了南部呢平均的一个房价的状况，尤其是非常多新的重划区哦，在这个价位带的这个销量哦，在近期呢也是明显上升的。所以呢，在南部现在的首购族来说呢，它的这个新青安的使用状况啦，还有受影响的状况也是相对明显。伊认为，这几年政府推出真侪项打炒房政策了后，各有青年安心成家优惠贷款的增加版，出现投资客收手、小资助出手的局面。今年小平数产品依然是市场中线军，未少土地标售成本增加，而且关不了下手的幅度无明显，佮加上未来还佫有碳税要扣，所以厝价并有上过济降价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